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7日公视台记台下暗新闻，我是陈雅纯。首先来关心今仔日有啥物新闻重点？今仔日移港大游行诉求政府得爱废掉私人的中人，主办单位批评劳动部拢放任中人违法甲移港加收钱。中立乞少巴乞球，常常拢有囡仔甲吞落腹，甚至引起死亡。即马美国的消费品安全委员会嘛警告要求家长得爱注意。去年来咱双十大典表演的日本京都剧歌后吹奏部，过来到台湾，下晡去高雄演奏，吸引真侪民众去欣赏。新闻头起先来关心，最近108考纲无列入连体这篇稿文引发议论。国民党的好友义讲，若是伊当选总统，就会召开教育国事会议来处理。原来民进党的赖清德是为着今仔日国际人权日来感慨民主真难得，讲卖互台湾成做香港。另外，民众党的郭文哲是批评国民党的高层拢唔照顾基层，嘛攻击到赖清德引导违建的问题。大声话口号展现团结的气势，把握礼拜造势有关立委的选情。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家己认为是正港的土家啊，嘛搁再为108考纲抢中央，点名赖清德唔通制造世代对立。赖清德不要制造世代对立，你要看到老师跟家长的欢乐，也不要用你们的政党高层所有的力量来攻击一个老师。侯友宜承诺，当选总了后，会召开教育国事会议。若是民进党赖清德甲副手萧美琴到高雄并六战，为立委徛台。赖清德表示，10月7日是国际人权日，也是美丽岛事件44周年纪念日。民主得来无简单，呼吁台湾人认清香港已经无民主甲自由的事实，莫互台湾行入香港的后步。香港的民主已经破坏去了，自由嘛已经无存在，因此经济嘛受到真大影响。咱一定要坚守咱的民主。在蔡英文总统领导之下，咱已经有信心开拓出一条对台湾有利的路线。郭文哲车走到中华走行亭，受访时阵批评南洋高层食好做艰苦，佮批评赖清德无听违建，实在伤骄傲，要突破哪里的围攻。也不要党政高层吃香喝辣的然后那些基层员工不照顾了，错了就改掉就好了嘛。就不晓得赖清德我倒觉得很多事情发生了好做错了，就把它改掉就好了。你看苏家全在2012年，他屏东的农舍也是乖乖拆掉对不对？外团民众党的部分区立委是处家原来的80目标修正村垃圾，郭文哲买回讲无减少问题，只是要为本来的5万继续打拼努力。记者综合报道。国防部公布，中国今仔早起又搁发射卫星火箭，飞过咱台湾的西南空域，悬到伫咧大气层以上。不过，即届国防部无讲到对台湾无危害，这是引起外界的猜想。面对着中国的威胁，美国、日本、南韩3国的国安首长会议，嘛搁再强调着会维护台海稳定。咱国军即个月嘛要伫咧北中南的海岸实施对海的射击训练。中国央视搁再播出长征运载火箭在为期发射画面，咱国防部掌握飞行路径经台湾西南空域上空，关岛位伫大气层外口。其实这已经是中国7天内第5摆执行相关的任务。这进前飞行路径拢对印度洋方向，对台湾地区无危害。即摆无讲到对台无害，引起注意。中国无放弃对台湾武力恐吓，美日韩国安首长3方会谈中，也搁再讲到继续维护台海稳定。That's really what this trilateral relationship is all about. Building a more free, more open, more prosperous, and more secure Indo-Pacific. And we will continue to stand up for peace and stability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Nous sommes aussi attentifs à la situation en Asie. Nous sommes préoccupés par les tensions croissantes dans le détroit de Taïwan et dans la mer de Chine méridionale. Et comme vous savez, nous sommes opposés à toute tentative unilatérale de modifier le statu quo par la force ou la coercition.
进前的中华峰会澳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更加当面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关心台海情势，因应强军威胁，国军一直伫全台做出较好定力的红色海豹演训。这个月下旬，陆军甲海军陆战队也伫桃园观音海水浴场、台中大甲开北华好体靶场甲台南喜球山堡实施轻兵器对海射击，并看做真罕的伫关公游路休闲地区进行实弹训练。守备部队更容易的就是对现地的这个地形地物的变化进行火力的配置与调教。在以往就是可能的潜在威胁区域，可以让国军的训练发挥更大的效果。学者指出，国军最近强化野战射击训练，而且这摆演训瓦军第61线应连接桃园机场、台中港，也有台南空军基地，维持交通要道。演练重点也包含避免敌人夺取机场、港口进行大规模的登陆，并且确保军方重要基础设施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今仔下晡，渔港大游行起行，要求要废掉私人中人的制度，由政府来负责，莫阁互渔港受到剥削。主办单位表示，目前咱国内渔港要到75万人，不过劳动部是拢无咧管，放任私人的中人违法甲因加收钱。因劳动部是回应讲，因会阁改善请渔港的机制，加强对中人的管理。跟着歌声，脚步大力踏出去。2年一摆，渔港大游行70场场，超过100名。伫台湾的渔港行上轨路，对劳动部直聘中心出发，大声发出诉求，要求政府承担跨国聘雇责任，废除私人中介制度。目前的直聘中心其实它只能协助国内直聘，它对于所谓的跨国其实是没有办法做的，所以它其实并没有办法解决私人中介制度垄断的完全的问题。最终直聘中心它只剩下一个功能，就是代收劳发属文件。主办单位台湾渔港联盟指出，政府开放渔港来台湾超过30年，就总数瓦近75万人，弥补台湾劳动力无够情形。不过渔港来台湾已经支付珍贵的中介费，伫转换头家时，常常互中介业者非法阁收真悬的买工费。批评劳动部失能无咧管。伫台湾工作8年的菲律宾甲印尼渔港拢讲捌遭到不肖的中介剥削。Kurang terbantu ya. Tapi dari persoalan yang pernah saya alami itu adanya pungutan uang job. Ya itu saya mengalami itu 2 kali. If you are direct, first of all, the money you earn more. To choose the employer if you don't like, you can easily transfer. 游行队伍大概行大约3.5公里了后，即将来到劳动部头前接炮台抗议。雇主可从来源国直接办理专案选工，自国外引进制造业移工。截至今年11月底止，已裁罚9家超收买工费的中介公司。未来将筛选高风险的中介公司列为优先查对象。对着民团呼吁，劳动部会议会继续强化渔港直接聘请机制，并且加强管理、稽查中介，完善渔港伫台湾的工作甲生活服务，来回应外界期待。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求劳动改革，公斗团体对高雄出发，要行到台北的总统官邸，提倡7大劳动诉求。今仔日因行到中华交友大楼的旧址，要来追诉2当前殉职的消防员。因嘛呼吁政府要重视消防员的职业安全，嘛希望会当稳准消防来成立工会，争取保障。终止消防员殉职！终止消防员殉职！由北部条大声化终止消防员殉职，公斗团体要求总统参选人回应劳动改革，为南行到北，车站前往中华关交友大楼的旧地址，要求执政者重视消防员的职业安全。基层的消防员一而再、再而三过劳甚至死亡，这是谁的责任？这是政府无能的责任，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走在这边。我们很无奈，我们用劳工的一步一脚印，我们要走上来。交友大楼2021年大火，目前已经变平地。工程单位搭设大型围篱啊，等待导经。公斗团体差不多10外人，伫现场追悼交友案殉职的消防员陈志环，伊的爸爸嘛亲身出席，表达政府凊彩应因的无信用，消防改革路实在真艰难。你甲政府建议，为着因的官位，就拢甲会讲，啊，拢无咧做啦，拢会甲。一支嘴好容易啊，讲的尔，拢做袂出来。
消防员工作宽业邱振辉表示，这10年已经有43个消防员殉职。公道团体这段诉求内底都有2项甲消防有关，包括停止消防员殉职悲剧甲丢做工会。包含在今年的这个屏东明阳大火爆炸案的这个发生，台湾10年来已经殉职了43位的消防员。那对于消防员来讲，我们的劳动条件都一直掌握在政府的手中，我们基层并没有我们自己的发言权，所以我们能够希望说，透过组织工会然后来让我们的声音是可以出来的。消防署回应，已经甲治安署合作建立消防人员职业安全卫生作业指引等规范，并委请学者研究消防执行职务安全入法的条文，未来也预设投入26亿，强化消防个人装备甲科技救灾设备。公道团体伫中华有小可停留整理了后，会继续上北，一定23会到上尾站台北市总统官邸。记者综合报道。这2日天气真好，真烧热，不过对拜二开始，又会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北部和宜兰地区会变较冷，尤其到拜六可能会达到冷气团的强度。咱全台湾的气温拢会下降，北部有可能会降到12度，关山甚至有机会落雪。今日天气袂歹，就好啊把握，因为自拜二开始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北台湾的温度会开始降，水汽也会增加。北部及东北部地区就会开始有温度下降的情况，那尤其到越晚是越低温，会影响到13号的清晨都会维持比较低温一点的情形。中南部地区的话，则是温度差异不大，可能会降个1到2度左右而已。气象署讲，拜二的东北季风正会影响到北台湾，规港的天气拢会变凉。面向的北部加东半部地区可能有局部短暂雨。要注意的是，到拜六东北季风搁再增强，强度可能达到大陆冷气团的等级，气温可能降到12到14度。全台湾的温度拢会跟咱厝里拢同款一直降，尤其是北部感受上明显。气象专家预测，拜六唔仅仅是变冷，伫海拔3500公尺以上悬山有可能会落雪。北部的比较高的这个山区，看起来温度应该是够低的哦，所以只要水汽有足够充足的话，在雪山山脉的一些地方，有可能还会有机会再出现这种降雪的机会。专家讲，所来将会分做2阶段降温，第一阶段是拜二，第2阶段是拜六，尤其是拜六低温可能无到15度。而且影响的时间可能有3-4天，所以民众出门要穿较少咧。记者综合报道。有一种强力气球或者白气球，会当组合变做无同款的造型。不过因为这白气球细细粒啊，伫国内国外拢有真侪件互囡仔吞落去案例，严重者会引起胃肠破空，甚至死亡。今嘛美国的消费品安全委员会嘛发出重要警告，要求家长都要注意。真强的吸带会用随意变换形状做组合，这是囡仔真爱吸珠，伫台湾也叫做白气球。这款的吸珠虽然真细粒，不过伊吸力真强，若是无细粒，食落去了后效果真严重。譬如说，其中一颗已经掉到小肠，另外一颗在胃，因为磁力太强的关系，那会让你的胃跟肠有一个很大的附着的压力，那久了就会造成这个地方穿孔，肚子里可能会形成腹膜炎，严重的感染败血症，那死亡率是非常高的。就算我们想做胃镜去把它拿出来，可能也会因为磁力太强，没有办法达到目标。医师讲，过去台湾有侪层因为无细粒，甲吸珠食落去送病院的案例，全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也发出重要警告，要求家长要多多注意，因为对2017年到2020年中间，因为甲强力的吸珠食落去造成死亡的案件总共7件，其中2例发生伫美国以外，另外有2400人因此紧急送病院。就美国已向电商主动调回强力吸珠的这7头米，因为台湾早就规范了。大保处其实早在2011年的时候就已经跟经济部做一些协调哈，所以目前在经济部的标准检验局已经把巴克球列为阴湿检验的玩具商品。消保处副处长陈信宏讲，把气球吸珠列做应该实行检验的商品了后，除了商品顶面爱有应该实行检验标章，也有应该标示的警语内容以外，标检局每年也甲业者做一寡宣导甲必要的查核，也对网络所卖来加强搜查，避免民众受到伤害。记者综合报道。伫咧杜拜举办的气候峰会，跟2天特别结束啊。有一部分受到气候暖化变迁影响正大的国家，就呼吁各国拢要答应淘汰化石燃料。
美国和欧盟是拢支持停用化石燃料，不过沙特阿拉伯这寡石油输出国的组织成员国，说是拢反对甲淘汰化石燃料写入去协议内底。 徛伫大海内底淹水，这是太平洋国家瓦纳杜伫第26届气候峰会时阵，为了强调多数国家受到气候暖化、海平面升悬的剧烈影响所翕的影片。今年 COP28 过2天特别闭幕，多数国家针对化石燃料议题，海洋峰会对慢慢放弃化石燃料做出更加多承诺。For COP28 to be a success, I repeat, it needs to deliver both on fossil fuel phase out, renewables, and an end to fossil fuel subsidies. 包括美国、欧盟等将近80个国家，拢要求在 COP28 上尾后协议内容内底，并被记录上尾后会停用化石燃料内容。也毋过，这要求煞受到沙特阿拉伯等 OPEC 石油输出国家的阻止，海洋成员国拒绝所有的化石燃料协议。 They see that as a threat. They're a little scared about the fact that this issue is squarely on the agenda, and that for the first time in nearly 30 years, there's a chance that we might have an agreement to start phasing down production and use of fossil fuels. 这是开始办气候峰会以来，第6国家头一摆针对石油甲天然气的未来做讨论。中国气候特使谢振华嘛认为，若是上尾啊协议内底无化石燃料议题 ，COP28 成功的几率是无介大。而 OPEC 组织对这化石燃料协议内容的行为，嘛受到国际环保团体甲欧洲国家的批评。国际新闻台是唐平玉。继续来看，去年来咱双十节大典表演的日本京都剧歌校的吹奏部，昨暝搁再来到咱台湾。 今仔下晡去和高雄5间学校做伙演奏交流，活泼精彩表演吸引全台各地民众去欣赏。穿显目的感觉式服装，对完每一个笑稳稳，因是日本东京剧高校吹奏部，搁再来台湾演出，流利整齐的演奏队伍，搭配轻快活泼的步伐，随意吸引全场的眼光。 互人叫做感觉式恶魔的因，伫日本管乐比赛定得冠军。去年双十大会邀请来台湾演出，因精彩的表演，互人记忆真深。今年来台湾为88人增加到98人编制，搁较大阵。头一场演出伫高雄，也吸引全台湾各地民众真早就来占位，被现场感受到因表演的魅力。 劲乐团他们很难做到音色的漂亮这样子，他们就是连舞蹈，然后音量跟音色都很漂亮。所以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吹管乐的，对啊，然后所以就看到觉得他们表演很厉害，很动态，很活泼。嘿，这个是看哪里？只能看 YouTube。哪行哪演奏电影主题曲流行乐连续演奏5条歌，互现场规个闹热起来。最后加出安可曲。 带来剧高校因的成名曲，做一个真圆满的结束。动态啊，就是人很活泼，就是不像一般的那种，就是静静的，还有走动这样子。也阁有高雄在地5间学校，乡中、乡女、乡乡甲私立家乡，中正以后的家己队甲家己队嘛共同带来精彩演出，学生以音乐交流深化友情。礼拜下晡隆重吸引85000多人到场。记者综合报道。 过去农村社会年尾修行拢会举办社平安的仪式。中华的应征这几天扩大举办社平安嘉年华，24庄总动员有绕境、做戏等等的活动，平安宴甚至办甲200多桌，实在真热烈。 大人囡仔做伙扫圆仔，一粒一粒圆滚滚的圆仔代表平安团圆。这是中华应征举办的社平安活动，互民众家己动手做，体验扫圆仔的趣味。带囡仔来遮社平安、扫圆仔，大家团圆，真正是一个真好的民俗活动。都会当来遮参加这个活动，食平安圆仔，互阮厝的大老细细来遮食平安、食快乐，家里团聚。 过去台湾农村社会会伫年头的上元节之后，祈求五谷丰收。入冬前后，就来举办社平安仪式，感谢神明今年的庇佑，嘛就是下元节。中华应征乡这几天扩大举办社平安活动，要来延续这个有100年历史的文化活动。较早还未92的时阵，咱各乡镇、各村拢会来请人客，因为92了。 咱有请人客习惯，就来添饭啊。过去咱这个文化吼，咱这个传统的习俗吼是真好，
所以就起转有一个发想吼，阮来成立一个永靖乡共好协会，了后吼来举办这个永靖的谢平安，就是甲过去吼咱这个传统甲找倒转来呢。永靖乡共好协会表示，今年谢平安活动计共有200多道的平安岛，参加人数比去年加1000多人。除了在地乡亲，也有侪出外永靖人甲外围来的民众参与，做伙来感受年尾首档的谢平安文化。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屏东的万金圣母圣殿是台湾上古早的天主教堂，教堂已经有162年的历史。当年12月初8前后，拢会举办圣母绕境替信徒来祈福，就甲妈祖出巡同款。这是全台湾天主教规模上大的活动。今仔日初10，屏东万金圣母教堂正热闹，一群人跟圣母妈妈新桥为教堂行出来，接受大家欢呼。每年屏东万金的庆祝就是圣母妈妈游行，因为伫庄内有全台上古早的天主教堂万金圣母圣殿。每年伫12月初8前后，拢会举办全台上大规模的天主教活动之一。对阮虽然过去高雄嘛是拢做怀念的，每一档拢会倒来参加，也是圣诞节拢会倒来。所以我感觉是带囡仔来遮看是，互因了解讲，这边遮的信仰甲别位是无共款的。台湾有真侪宗教信仰，屏东万金是天主教人口上密集的所在。今年是建堂162周年，透早进行弥撒。下晡由教友跟圣母桥绕境游行，来自各地教友甲火车组成队伍，沿路唱歌、学老祖。游行队伍会驶到赤山甲万金2个钟头，绕境到尾仔，由教友将圣母桥举悬，行入去教堂，现场气氛相当热闹壮观。但是每一档拢照到这个出巡赤山甲万金庄2个所在来祝福台湾的百姓台湾这个土地拢会当安居乐业。台湾是3月迎妈祖，万金遮是12月迎圣母。教堂表示，今年万金圣母游行参加人数有3000多人，来自台湾各地堂区做伙斗热闹。一年一度圣母游行，毋但是西方的宗教，佮结合在地民俗文化，是另外一款来展现台湾融合的宗教体验活动。记者张义辉、屈兆勇，屏东报道。天气报你知，做伙来关心明仔载各地头的温度。北部地区20度至29度，中部地区19度至31度，南部地区21度至31度，东部地区21度至28度。也有外岛地区18度至26度。感谢您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记台的暗新闻，我是陈雅纯。稍等下，请继续收看台湾技术铺。等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